了冇电了，我到龙眼，而且通电。要回电，快充电，不然没电。心理文化中心那边。开幕典礼。晚上有开幕典礼。准备电池啊，我们里面是1.5块，而且有那年1.5块那个。这要到这要到了。这是意大利人，表演。在以前的台南县议会前方那条路线，林志路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意大利人。Very good。意大利人啊，意大利团队。来到县议会这边的发条路这边，然后前方走天进去就南无一度线表演舞台，晚上7点半开幕典礼，再见。